阿狗，你今日学动物的叫声？当然会晓。较早的鸡公，咕咕咕，野水的鸭，呱呱呱，身躯拢是毛的羊。咩？吼，一定是我的题目伤简单啊，我要想较困难的。好，无问题。爱食甜的狗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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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食甜的狗虾。狗虾到底是安怎叫？甲囡仔讲故事。咱来听故事。林叔啊哦，我不爱耍啊！你慢安尼啦，那无吼，你来讲故事，我替你来配音。我讲啥物故事，敢拢会使？当然咯。好，有一天，兔仔决定要去旅行。伊感觉足热足热的。伊听到这些安波贼的声音，哇！兔仔决定要去海边。伊决定要骑铁马去。要毋过也是足热的，兔仔愈骑愈慢，愈骑愈慢。兔仔决定要骑奥多麦去。要毋过也是伤热，兔仔决定要坐火车去。兔仔往窗看出去，外口有足侪物件的。伊看到鸟仔飞过去，伊看到蜜蜂飞过去，伊看到飞灵机飞过去啊！兔仔足欢喜的，毋过伊伤欢喜啊，就坐过头去啊！伊落车的时阵，竟然是一个马场。伊看到一只足缘投的马，一只马讲，伊要带兔仔去海边。兔仔坐落去，因两个人出发啦！愈走愈紧，愈走愈紧，风足大的。这个时阵，兔仔闻到一阵咸咸的味，看到海啊！足舒适的。因两个人开始洒水，因为这个小旅行，兔仔交到一个好朋友。大姐，真厉害的！你每一个声音拢足像的，我拢看到遐物件。妮妮啊，其实真简单啦。你模仿声音的时阵吼，你的心吼就爱受到你的模仿的动物啦，还是物件，安尼吼，你做出来的声音就会足像的。安尼，我一定要跟你同款厉害。哦，妮妮，你已经足厉害啊！你遐个讲故事，哦，做这动作足像的，我感觉你足赞的。哦，我知啊。安尼，咱两个人一定要做伙讲故事，安尼就会非常厉害。哦耶！声音真正足好耍
加比，哎，啊，就苏西。哦，阿高，你在创啥？你较细声的啦，莫甲因吵着。哦，拢无人啊，是要甲上吵着。你看，汤仔已经放好啊呢，伊一定会出现。我伫等因开嘴讲话，到底是啥物人要讲话？我伫等狗遐。哦，敢讲你都袂好奇狗遐到底安怎叫？嘛是哦，我嘛无听过，也若无咱做伙蛋。你来又看麦，这是啥物声？是警察车咧抓歹人的声。你来听看麦，这是啥物声？是我伫公园啊，骑脚踏车的车铃声。这可能咱等下先找一个位坐咧，好无？我到偌久？即马是9点要25分，啊，毋过咱是10点53分，所以可能搁要等点半钟。点半钟过来足久的嘛？对啊，过足久我会久。咱等下先找一个位坐咧，好无？好。在家，我在家。我来算加多少头无？加多少头无？加多少头无？汤，加多少头无？你用脚头，我用。我想要困。我头了困。啊，你要先坐咧画图吗？好，安尼有开无？我开啊。这个是啥？好客。好客。伊阿妈困，伊阿妈棍，哇，伊阿妈棍足长的呢。伊的身躯。哦，身躯。遮有
足侪种色的色笔。青色，你要用什么色？青色，青色，你家己刻。有只噔噔噔噔，游啊游啊。啊，咱差不多会当去了。我想要看高低的飞机了。对啊，爱去你才看有啊。这你看，这有一个大牌啊，有无？啊，第7个车厢甲12车厢是往迄边去，所以咱第4个车厢伫倒一边。对，行。爱开票，开票，开票，这开票。好，爱来咱入面。Go。行，咱看上北的。那你会当骑电梯吧？这会讲台语。高铁，高铁，铁机啦，铁机啦，车厢，车厢。我想要困，我想要困。伫生活中，你敢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声音？这个声音会互你想到啥？我即马拢会四界找好听的声音，感觉真趣味。真好，希望大家拢会当找到趣味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后一回爱继续收看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